各位同學大家好，我今日想同大家分享一本好書，呢本書係一本知識性嘅圖書嚟嘅。但係喺講書名之前呢，我就想先賣個關子，先俾各位望一望本書嘅封面。同學呢都可以根據本書嘅封面去大概估下佢本書嘅主要內容係講啲乜嘢嘅。首先，我想同各位同學分享一啲趣聞。你知唔知道喺中國有一種動物，佢最早呢出現喺300萬年之前。同佢同時期嘅劍齒虎、長毛象等嘅動物都已經絕咗種啦。雖然呢隻動物嘅形體發生咗一定嘅變化，但係身體嘅內部結構就冇改變，係地球上面嘅一塊活化石。我喺呢度俾少少時間各位同學估一估，到底喺中國入面邊一隻動物有咁特別嘅背景啦？好，時間到。咁其實呢一隻動物呢，喺香港都有，就係中國嘅國寶大熊貓啦。大熊貓因為可愛嘅外表同埋獨特嘅生活習性，深受香港同埋中國人民嘅歡迎。但係佢作為中國嘅國寶，其實喺世界上面，大熊貓都得到其他國家人民嘅喜愛，係名副其實嘅外交大使嚟㗎。喺書入面呢，就分享咗一啲同大熊貓相關嘅趣聞，例如，世界野生動物基金會喺1961年選定咗大熊貓作為佢哋嘅會徽。同時，早喺1984年嘅時候，當時就由美國主辦4年一度嘅奧運會，為咗吸引遊客，洛杉磯政府亦都特登向中國借咗一對大熊貓，令到當地嘅動物園比起往年接待近多咗100萬人左右嘅參觀者，足見大熊貓嘅受歡迎程度。雖然頭先介紹咗咁多大熊貓，但係其實呢本書就唔係淨係講大熊貓嘅。咁喺呢度呢，我就同各位同學揭曉呢本書嘅書名啦。咁呢本書其實就係由小樹苗出版嘅100個國家嘅100件珍貴國寶。我哋頭先就了解到中國嘅國寶大熊貓，咁而家呢，我哋就再睇下其他國家嘅國寶到底係啲乜嘢啦。唔知各位同學有冇聽過花之島？如果冇嘅話，又有冇聽過神仙島？除咗呢兩個島，其實仲有天堂之島、魔幻之島同埋神明之島等等嘅島名。雖然呢啲島嘅名好奇幻，但係其實佢哋都係真實存在喺地球入面，而且全部都係講緊同一個地方，就係印尼嘅巴厘島啦。印尼作為千島之國，足足有住17258個島嶼，而當中最為人所讚頌嘅呢，就係收穫多個美譽嘅巴厘島啦。呢個島嘅特別之處就在於，佢喺一個面積只有5620平方米嘅島上面，集合咗熱帶雨林、火山同埋火山湖、平原同埋沙灘海景等等嘅各種地貌景觀，就好似俾上天眷顧一樣。所以喺1597年嗰陣，一位嚟自荷蘭嘅水手喺行船嘅途中發現咗呢個島嘅時候，以為呢度係神仙居住嘅地方。到咗船隻要返程嗰陣，一個個船員都唔捨得離開巴厘島，亦都因此流傳開咗神仙島呢個美名啦。巴厘島同時擁有住被稱為世界肚臍嘅亞貢火山，上面仲有一座擁有1000年歷史嘅布薩基靈廟。除此之外，巴厘島仲可以出海欣賞海豚、睇公牛比賽。島嘅四周仲有精美獨特嘅木石雕像，令嚟到嘅遊客都留低咗深刻嘅印象。頭先我就揀咗2個亞洲國家嘅國寶同各位同學分享，但係其實佢入面仲有好多唔同地區國家嘅獨特國寶，凸顯咗唔同國家嘅文化。當中呢，有好多都非常引人入勝嘅，例如加納嘅國寶係一張比黃金更加之貴嘅燈，危地馬拉嘅國寶係一個識得唱歌嘅水晶頭骨，而芬蘭嘅國寶竟然係各位同學都非常之熟悉嘅聖誕老人。呢本書嘅文字內容有趣，用大概2頁嘅篇幅去分享一件獨特嘅國寶，亦都配有生動搞怪嘅插圖。各位同學如果對唔同國家嘅文化有興趣嘅話，亦都不妨去圖書館揾一揾呢本100個國家嘅100件珍貴國寶啦。